再来看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去台南的南华科技生物园区，甲业者座谈。针对业者表示讲，因望讲会当来提升技术，组成南华国家队。部长嘛强调讲，一定会支持协作。温室内底摆满满拢是南花材啊，培养甲真好真水。因应无共市场的需求，也有各种无共的寸巧。不过目前面对着美国要甲咱扣32%的关税，业界除了爱想办法应应，嘛希望政府会当互资讯更加公开、更加完整。发烧到现在，其实才只有短短的1个礼拜，整个时间非常充足。那市场整个资讯呢，其实也相当的混乱哦，包括其实不只是台湾端，包括在美国我们的客户端哦，其实现阶段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用时间来消化这个过程的一些资讯。台湾的南花真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外销去美国的比例占要甲4成。业者表示，关税是真歹完全家己吸收，不过若会当拍团体战，有信心会当来拓展新的市场。因那农业部长陈俊贵嘛强调，政府一定会来协助甲支持。像目前按足侪业者伫越南吼，拢甲大陆咧战争啦，大陆的拢较低价较安全。所以俺若要去越南做个基地吼，爱带国家队过去跟人家打，袂使咱若国安的业者当底下为什么经营，为什么派个市场？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特别是在所谓的接力生产面部分我们未来农业部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能够协助我们的兰花能够更凝聚向心力来做同样的一个外销的事情。除了南花恐惊受到冲击，连原底有机会会当进一步来拓展美国市场的台南沙白鱼订单，即马嘛可能有变数。人关税悬，爱买你外销厂买你就该爱掠价哩。掠价咱饲的袂好哩。感觉讲袂好，就爱收起来包起来啦。我们加工成鱼板、鱼块的部分，好不容易谈到几个货柜的订单。那刚好是第一货柜已经出去了，第2柜、第3柜的部分，因为关税的部分现在有点厂商有点迟疑。目前整个关税部分对私募的影响并不大。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初9开始实施，经济状况细节拢也未明确。咱的政府单位一再强调，会继续来追踪上新的消息，适当来协助业者解决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